向呢班人發出信息，嗱，你而家保護費轉咗戶口啦，你要入落我度啦，咁解啫。但係佢會唔會係依家唔同係，譬如改革開放啱啱初期咧，佢需要港資，需要香港人嘅技術，需要香港人嘅知識，香港人嘅資金資本。而家調翻轉頭，而家咧佢哋有機會咧就變咗大陸嘅資金落嚟香港買地，所以咪要打走香港舊澳嘅華資咯。係啦，即係好似而家。港澳嘅華資其實即係港澳根據港澳舊系統嗰啲清洗嘅，冇錯，跟住港澳嘅系統嗱，因為以前有個保護傘，即係就算港英時候轉裝俾你，都有個保護傘罩住你，喂，我照你嘅，係嘛？但係你醒目有啲嘢要派片派上去，但係依家唔需要你派片，甚至乎佢食埋你，佢甚至乎食埋你走，跟住將以前舊有嗰啲嘢，你唔多唔少做生意都有啲直落嘅，唔係有啲喺台底嗰方面嗰啲嘢啦，攞出嚟搞你啦，就攞出嚟搞你啦。譬如歐文龍案，點解突然間翻出嚟啊？又搞阿柳再搞阿羅啲，喂，跟住點解李生要逐步撤資咧？佢係因為要將個舊嘅佢 feel 到嚟緊要清咗出去，喂，點解阿廖輝個仔嗱臨即係要娶老婆審抱阿吳神君係咪先？喂，因為知道嗱臨搞掂啲嘢閃啦，有啲教腳，喂，中央而家喐緊我，習近平嗰度喐緊我呢邊條線，但我 even 我都係跟江派，而江派阿習近平你都係俾阿江澤民托上嚟噶嘛，但係唔代表你唔會搞鳩我，因為要重新洗牌，重新喂，因為而家香港同埋澳門已經回歸咗好多年噶啦，係嘛？佢同埋中國係已經係上高嘅官僚資本已經壯大咗，係唔撚需要你要過橋抽板。即係咧97之後17年咧，係呢2年先至有中國海外同埋萬科投地嘅，之前都冇。冇。之前其實係有段時間有，不過係夾粉就同華貿夾粉有。而家唔需要。而家啦，而家自己嚟。你就算你踢走完，譬如李嘉誠，跟住踢走新鴻基都冇用。雙規埋阿劉阿羅嗰啲，即係以一個好似雙規反貪腐打着，好似我哋嗰日有集講攞阿范椒個反貪腐嗰方面嗰篇文咧，高舉反貪腐其次嗰篇文，其實當陣時其實預示咗係以反貪腐作個旗號打走一啲香港舊有嘅勢力，都係嘅，係嘛？都啱嘅。唔係依家咪搞阿劉阿羅嗰啲咯，其實係將以前舊有嘅廖輝集團完全打碎咗，但係嗰啲 under 江默，我所以覺得唔會唔搞啊江澤民嗰邊喎。但係江澤民好多條線，嗰邊條線咧佢會補啦，佢自己直係嗰啲咯。唔係一嚟啦，直係佢。只要會打到佢江澤民啦，周永康都會打噶啦，掃到即係或者軍中嘅江派都會掃完，跟住翻去自己系統嗰啲人，你見到而家7大軍區啲人落嚟啊嘛，係咪先？喂，講起7大軍區咧，但聯署每人即係出嚟交代咧，7個軍頭係啦，7個軍頭出嚟就即係力挺啊習近平咧。喂，呢樣嘢咧其實以前好少可嘅，即係咧一定係有政變嘅可能性咧，即係變咗係好大。你知大陸嘅嘢咧，佢通常咁強調，即係佢一個危機好嚴重，係要大家都要立軍令狀，即係立嗰個即係生死狀啦。唔係，其實個軍中方面反貪腐嗱呢樣嘢聽下笑嗱，譬如軍中反貪腐嗰啲，我之前以往我都講過啦，其實個源頭啊其實係一種胡錦同習近平對上一次嘅第一次嘅結盟嘅結合嚟嘅，就嗱因為軍中裏面太子黨係唔妥江澤民嗰邊嘅，因為太子黨好多嘅跟長征或者個老豆都喺軍中好顯赫嘅，佢最尾退役嗰陣時都做唔到上將大將咁樣，係咪先？係。因為以前阿江嗰方面，你知做過一樣嘢係攞兵權係或者升上將啦，唔係或者籠絡佢勢力，知唔知係咩啊？就係將嗰個國防現代化，就將兩部拆出嚟，即係有以前分開咗兩個部，就係呢個總後勤部同埋總裝
備部。喂，因為有兩個部門，大家其實都係買嘢，都係攞調動資金嚟嘅。喂，佢好多方面有時有啲重複採購完之後咧，你見到貪腐通常係嚟自總後勤部同埋總裝備部嗰方面嚟㗎。你見而家谷俊山又好，或者依家搞緊啊徐才厚嗰啲又好，其實主要係嚟自呢兩個部門，因為呢兩個部門係攞錢㗎嘛，係游水位啊，游水位嚟㗎嘛。係咪先？咁你所以佢而家主要咧，以往譬如軍權嗰陣時候，主要嚟自係4部嘅總參謀部、總政治部。係，喂，主要有幾啲揾唔到食呢啲，真係打一個係打，總參謀部係打，總政治部管一個主體思想，係嘛？喂，主要游水位喺總裝備部同埋總後勤部嗰方面，你而家見到軍中反貪腐，徐在厚、谷俊山，或者之前梁光烈、曹江村、郭伯雄呢啲嗰啲，喂，講佢啲反貪腐都響呢啲嗰度嚟噶嘛？佢所以而家打軍中反貪腐，而呢啲就係以前江安落嚟嗰啲人嚟噶嘛？所以咪而家要繼續打咯。係嘛？而第一次嘅胡習結盟嗰陣時候咧，係主要係一次嘅軍委擴大會議嗰陣時，係將徐才厚、曹江村、郭伯雄、梁光烈呢啲要掃走嗰陣時候咧，係留原幫拖啊嘛。係嗰陣時胡錦濤同習近平已經結盟咗，所以習近平，因為你哋有冇留意一樣嘢？習近平咧，咩咧？佢其實都係入過共青團㗎嘛，好似係習近平佢同共青團其實都有關係㗎，所以而佢老豆亦都，你記唔記得以前係八路裏面唯一贏過團派胡耀邦嘅人？胡耀邦係啊，係嘛？你呢樣嘢你都記得？喂，佢所以亦都習近平係多面㗎。佢唔係一面，唔係揸一面江澤民，佢同團派有關，同太子黨有關，同上海幫亦都有關。而上海幫有關就係上海幫其中一個分支係賈慶林嗰條線嚟提拔佢噶嘛，係咪先？佢廈門即係福建嗰陣時啊，賈慶林提拔佢。所以你見咧，依家咧，你見打江派嗰啲人咧係冇喐過賈慶林條線，有冇發覺？係習近平上咗咁耐。喂，其實喂。周永康貪污，即係江派嗰方面，周永康比較貪。喂，從來好多跟大陸嗰條線，其實賈慶林都好撚貪噶。咁你諗下一個遠華都話有幾百億走私啦，係嘛？整一個集團咁你話佢揾幾多錢？其實賈慶林好多罪證，你而家仲醒唔醒起啊？賴昌星而家仲喺大陸嗰方面隨時只要掹賴昌星出嚟一指賈慶林嗰方面就啦。但係你有冇見？賴昌星好似而家好似放咗出嚟咁滯。係啊，但係你都見到係無數㗎，佢亦都唔會只係賈慶林，因為要報一個叫做所謂嘅知遇之恩啊嘛。你始終你提拔我亦都唔會搞，我淨係搞個周永康同埋曾英雄嗰方面有啲，譬如講或者其他基卡嘅行業嗰條線。或者譬如有時候搞下呢個朱鎔基嗰方面，朱鎔基雖然未必完全江派啊，只不過鬥輸咗挨埋佢，譬如朱家軍有啲，因為佢喺個金融方面係壟斷咗啊。其中你知唔知一單嘢咧？就係我哋之前所講嘅篇文章范椒啊，呢個高佢反貪腐近期有單嘢堅啊，即係 J.P. Morgan 咧咪有條友咧叫做方方。你記唔記得啊？方方咪俾 ICAC 去周嘅，但係方方呢個人本身同朱鎔基即係朱家軍嗰條線同埋部分太子黨嗰條線有好緊密嘅關係，成日大陸嗰度掹啲 IPO 上嚟香港上市㗎。依家 ICAC 都要周佢，而 ICAC 喂從來都知，即係以前咧就唔周得嘅，而家咧上面咧就默許啦，你可以拉你呢個，而家佢保護晒冇咗啦，冇咗啦。ICAC 其實唔係依家黃岐山嗰邊，即係當係東廠嗰方面係唔會打呢個貪污嗰啲，未必會打，但係只會打政敵、打失勢派。其實香港咧。其實係依家你其實睇啲嘢唔能夠咁簡單。香港其實係中國權鬥、北京權鬥嘅一種外延。譬如嗰次劉細良接受阿土嗰次大軍閥嗰次嘅訪問啊，呢樣嘢我同意一早講撚咗好耐。香港已經係變咗北京權鬥嘅一種外延引申嚟㗎。
譬如我今日咪 send 我啲資料俾你睇CY 嗰度嘅，嗱，好多人話 CY 係呢個地下黨員噶嘛，咁啊 CY 喺呢個英國讀完書嗰陣時候咧，翻嚟香港係開始做呢個測量師行啊、仲量行嗰方面，跟住開始去呢個深圳、廣州、北京嗰方面咧教學啊，即係開始係慢慢演。佢應該當時葉國華就即係引佢入黨嘅，應該係佢嘅上線嚟。喂，其實啊嗰陣時候咧，亞灣嗰個年份佢77年啦，應該亞灣78至80年，即係佢啱啱翻去大陸嗰方面慢慢講學嗰啲 K 卡嗰啲嘢咧。喂 ，suppose 咧地下黨員咧係 under 當陣時嘅新華社，雖然係通訊社，但係新華社另外一個牌頭就係地下黨員，就叫港澳工委，係嘛？係啦。當陣時個社長啊叫做黃康啊，即係許家屯未落嚟，係許家屯嘅未落嚟，而許家屯落嚟，因為許家屯係江蘇省委書記落嚟。係嘛？佢所以咧，佢唔能夠降低自己，佢就嗰陣時候咧就 report 到中央嘅嗰個叫咩？即係中央嗰方面叫中央書記處嗰方面啦，日常嘅運作或者呢個中央委員會嗰方面啦，問責係咪先？但係許家屯之前黃康嗰方面，佢唔係向中央問責㗎，降一級㗎，去廣東省委問責。而當陣時嘅廣東省，即係suppose 我哋懷疑 CY 入黨嗰段時間啦，黃康做呢個新華社社長啦，嗰方面咧，喂，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勳嚟㗎嘛，握住嗰個地下黨員名單嗰個人係習仲勳嚟㗎嘛，係，所以其實CY 有冇咁遠，我唔敢肯定啦，係其實係之前係已經同習家有淵源㗎，所以譬如劉細良上次訪問大軍閥嗰陣時候咧，講話係，喂CY 佢其實上面有人照，但係唔知咩人照，好似好強，好似好弱嗰個，喂，會唔會其實可能係習總？因為習總當佢坐落去嗰個中央港澳協調小組做總央嗰陣時候，係佢拍俾邊個噶嘛？佢拍板俾佢嘅㗎嘛，係嘛？所以如果其實某程度上係當習近平抓權嗰方面係依家可能嚟自嗰個權鬥啊，做一個整風運動、調研運動咧，佢喺中央個權越抓得實嘅話，就算香港幾多人屌CY都好，佢都係會死人CY，甚至乎俾CY係唔知點做都好，都俾CY做撚到佢玩下，所以連任都唔出。連任就唔會嘅啦，而家咧好明顯係會有個梁錦松出嚟咧，咁梁錦松因為有樣嘢，大家都係共產黨，梁錦松啊，比佢更加可靠啦嘛。係，因為你形象好啲嘛。你所以譬如之前譚博嗰陣時講話會唔會揾葉劉？葉劉始終唔係港澳工委系統嗰啲人嚟噶嘛。葉劉係港英餘孽嚟噶嘛。係啊，你係英國狗嚟噶嘛，係咪？但係梁錦松嘅咧，就係始終都係港澳工委個系統出嚟噶嘛。係啦。所以如果你唔俾CY做特首，就會啱梁錦松雙梁，而家係有商有量。係啊，咁我哋今晚都係超時超撚到爆啦。今晚有嘉賓，今晚係啊，今晚冇嘉賓都超時超到爆。嗱，證明我哋唔係 hea 做係咪先？咁我哋下個禮拜炮打司令部見。好，拜拜。拜拜。花生就當飯食，我哋係最積極。HKpeanut.com， 我係鄭經翰。